Hello，係，誒，你叫咩名啊？哎呀，我邊啊？哦，你我邊，你幾多歲啊？我40啊， 41。哎呀，哦，結咗婚未啊？咩啊？結咗婚嘅，哦，結咗婚，哦，結咗，有冇小朋友啊？有啦，咩啊？哦，我10個人，10個，3個10個仔，，3個都係仔啊？咩啊？2個女，1個仔咯。哦，佢哋幾多歲啊？第一21，第二18，係第三今年啊， 3歲。係啊咁滯哦，之前喺邊度做過嘢啊？咩？哦，以前芒果2年，有啲快2年啦。喺香港啊？喂，今日10個人啊？哦，第一個老闆3個人係咪啊？係啊。有咩人啊？一個姓張，一個姐姐，一個仔咯。一個仔啊？係啊。第一女啊。個女，咁第二個僱主呢？咁個老闆屋企幾多人啊4個人， ？4個人有咩人啊？有姐姐，有婆婆，有2個仔。先生係咪啊？咩啊？先生婆婆啊？係啊，我睇得到婆婆冇先生啊，先生寫到啊。哦，太太、婆婆同2個仔。咩？係，OK。咁除咗喺香港呢，你仲有喺咩地方做過啊？是但啦，我做乜都要啦。OK，睇下先。咁你鍾意照顧小朋友係咪啊？咩？是但啦。是但啊？係。做乜都要啦，做乜都要啦。OK，咁你識唔識煮中國餸啊？你識嘅係咪？識啦，識煮餸咯。我嗰個有條煮餸咯。哦，你自己買餸㗎係咪啊？係啊。OK。煮餸咯。哦，你識唔識煲湯啊？咩啊？識唔識煲湯啊識啦，識啦。？OK。都做餸。咁你食唔食豬肉㗎？咩啊？食啦。食嘅係咪啊？係啊。食得，OK。6萬咋。OK，咁你